最近以来，全市场的投资人的眼光大部分都是 focus 在航运股，尤其是所谓的货柜三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货柜三雄哦，像包括阳明，它上半年的 EPS 17.88，那包括长荣呢，上半年的 EPS 15.03。像货柜三雄这三档股票，法人在预估今年全年的 EPS 都可以落在35块到38块之间，非常的高，非常的漂亮啊！各位，它全年 EPS 35块到38块呢，你对照它今天的本益大概只有4到5倍了，那你再换算回来，殖利率呢都有8%到12%的成绩，那为什么不会涨？重点就在筹码啊，因为最近以来呢，市场都认为这个货柜三雄呢会反弹，所以每一有动静，大家就进来抢反弹，结果一抢反弹呢，可能隔天又下跌，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呢，又形成了一个另一波的连环套。越是如此呢，这个法人越不想进来，尤其是主力呢，更不想进场来。那要怎么样观察这个货柜三雄下一个买点？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要筹码要慢慢的沉淀，成交量呢一定要慢慢的萎缩，让它自然落底之后，才会是下一波比较好的买点。那你一定会问说，怎么样才叫量缩？怎么样才叫落底 ？OK， 通常我们在观察，都是以它波段最大量要低于最大量的1/5，而且变为常态之后，才是一个慢慢的买点才会浮现。那以长荣这一波来讲，它这一波的最大量大概在100万张，那1/5就是20万张。所以在之后，各位你只要看到长荣每天的成交量都在20万张之下，股价没有再走低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点。那这个现象呢，目前还没看到。那至于说在下个礼拜我们要选什么样子的股票，有什么类的股票值得留意呢？我想告诉各位，有一类股票呢，已经慢慢的快要冒出来了。这一类的股票就是钢铁股。说到钢铁股，像这种传产股，其实它跟你熟悉的电子股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呢，传产股它纯粹只是一个供需的关系，不像电子股呢有水平的整合，有上下游垂直的关系，没有。传产股呢就是一个供需的关系。那如果是供需失衡的时候，尤其是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，是不是机会就来？好，那说到这个钢铁股的供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全球最大的钢硬钢铁股的大概有2个国家，一个是中国大陆，一个是俄罗斯。这个是最大的供给国哈。那供给，那因为这个目前全球有一个风气嘛，就是要这个节能减碳，就是所谓的要达到一个碳平衡、碳中和的一个目标。那大陆为了要达到它的一个碳中和的一个目标呢，它对于它的钢铁的出口这个降税呢、退税是把它取消的。那出口的退税取消，那想当然这些厂商呢，一定就是用减产来因应。所以供给的部分已经变少了，因为大陆厂商目前都在减产。OK， 那需求的部分呢？需求的部分，因为大家都想，拜登上台以后，他就推出了一个振兴经济的基础建设方案。这个基础建设方案预算大概是1.2兆，而且是已经通过了。那这个基础建设方案最主要的，它要用到很多的钢筋，所以说需求是增加的，供给是减少的。那各位你看一下，这样子钢铁股会不会有机会？而且呢，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下最近以来美国的钢铁股，像美国钢铁，像日本的新日铁，那包括在中国大陆的宝钢、首钢，这些钢铁股，如果不是在历史高点，就是在高点附近。所以对于接下来台湾的钢铁产业，必定会再一次的产生激励的作用。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很极力的看好台湾的钢铁股，不止下个礼拜，像你现在进场来操作钢铁股，短线、中线、长线都非常有机会。像电子股的部分呢，因为你要等到目前短线上的一些变数，它有待理清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就是包括下半年一直到明年上半年的景气，那甚至包括美国 FED 的动作，甚至包括这个疫情的变数啊，这些慢慢的要理清之后呢，我觉得才是下一波电子股比较好的进场点。
那在这个空档里面呢，钢铁股绝对是一个首选。